这个芒呢，为什么叫九柱？也是景颇族过去啊，就是王子才准用的这个。王子才能用。王子才能用，因为这个呢有9柱，这是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个数字也是最大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一般人是不能用的。那就比较长了。按照西周的礼法制度，9是代表至尊的级数，比如9鼎象征天子至高无上的王权。而这2件景颇王子专用器物的特别之处在于，他们暗合了西周的礼法制度。根据这些线索，李向前得出一个结论：景颇族的祖先最早是在西周以后，从辽阔的北方迁往青藏高原的，那是他们的第1次大迁徙，而青藏高原只是他们第2次迁徙的起点。然而，从青藏高原到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德宏，期间要跨越崇山峻岭，横渡滔滔江河，路途的漫长和艰辛可想而知。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故，使得景颇族的先民要执意完成民族大迁徙的壮举呢？在这里啊，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说过去啊，这个为了盐矿是吧，发生过战争是吧？因为过去他们讲的就是说，谁控制这个盐矿，那么这个谁就有很多财富了是吧？不过，在景颇族的创世史诗中，却记录着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，那是一场滔天的洪水。在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创世神话中，曾留下了300多个大洪水的传说。各民族的祖先就带着那印象中的洪水故事四散奔逃，从而成为后人创世神话的蓝本。无论是战争还是洪水的危害，显然，当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的时候，景颇族的先民不得不走上了漫长的迁徙之路。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？一个勇敢的民族，他们用刀开辟充满艰险的荆棘之路；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，他们用舞蹈书写自己的历史。古老的传说是神话还是真实的历史？请继续收看《解密景颇族》。根据文献记载，景颇族是在明末清初才开始大规模迁入今天的德宏地区。也就是说，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，他们一直跋涉在漫长的迁徙之路上。今天，景颇村寨中传统的民居建筑依然保留着这个民族迁徙的记忆。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一般都是在迁徙过程当中临时盖的一些房子，他就算几年以后，他就走了，所以他丢下也没有多少是吧价值，所以他就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茅草房、竹楼。从青藏高原到云贵高原，必须跨越今天的西藏和四川地区。只有在这里找到景颇先民生活的遗迹，才能完整地连缀起一条迁徙的路线。西藏和四川的交界地区是藏民族比较集中的区域。与当地藏民的接触中，李向前发现，自己使用景颇语，居然就能跟藏民进行交流。这种情景让李向前感到非常惊讶。我们发现呢，这个藏语和我们景颇语有很多相同，比如那个眼睛，这个眼睛呢，我们是叫阿咪，他们也叫咪。比如那个路道路哈，我们景颇语叫蓝，他们也叫蓝。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哥，我们叫铺，他们叫铺，弟弟
我们叫个孬，他们叫孬。通过这些调研，通过调查呀，印证了我想的就是我们在南迁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确实是记住过这个西藏、四川这一带。有语言学家做过这样的统计，景颇语言和藏语言的相同率达到了30%。这个重大的发现使李向前相信，在藏族居住的区域内，一定能找到景颇先民生活的印记。果然，在随后的寻访中，一些似曾相识的地名频频出现。那是因为在今天的德宏也存在着同样的地名。泸定呢，也不是光在那个四川有，为什么呢？我们银江这个通密关就有一个泸定，这个泸定是很多地方的。因为景颇族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比如我在四川这个时候，我记住的地方叫做泸定，那么这个泸定在存在的人，这个村子的人，他搬到下一个地方，他照样把原来的地名继承下来，他西藏的那个有2个地方叫邦达，我们陆西有邦达，这个瑞丽有邦达，我想有关系。从2002年到2005年，李向前3年间形成数万里的实地考察，一次次填补着景颇族历史记忆的空白。根据这些弥足珍贵的线索，李向前连缀起一条景颇族百转千回的迁徙路线。古代景颇族的先民，首先就在这个以西安今天的这个宝鸡这一带为中心，可能辐射很多地方，是吧？广大的这个北方，然后呢，就往甘肃、青海、四川、西藏、云南那么往下迁徙。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荆棘之路，在跋山涉水的迁徙路途中，景颇族的先民时刻要面对凶猛的野兽以及战争的威胁。虽然他们的草屋非常简陋，但是他们却从未忽视手中利器的打造。于是景颇族成为了一个崇尚刀文化的民族。他们有一句最著名的谚语：男人无刀不能出门。在长期狩猎和征战的过程中，模仿鸟类的木脑纵歌也逐渐演变出表现征战的内容。有节奏的舞姿展现的是防守、护卫、进攻的征战场面，舞蹈的队形则按照木脑柱上的图案行进，形象地表现了祖先迂回曲折的迁徙路线。无法利用文字记录历史的景颇族先民却创造了一个奇迹，他们用舞蹈的形式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更为生动的历史。奇迹的创造者们似乎想用这样一种方式告诉后人，景颇先民的迁徙之路是何等的曲折和艰辛。如今，景颇人虽然早已结束了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活，但是每逢农历的正月15，他们依然会跳起木脑纵歌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是传承景颇族历史的最好方式。一块石头怎样从1500元升值到45000元？一个边境小城为何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此淘宝？一群以赌为生的人，有的一夜暴富，有的倾家荡产，他们赌的究竟是什么？敬请收看《走遍中国之瑞丽淘宝记》。